你不是说带我去见你奶奶吗？你骗我也就算了，还骗我妈。不，我英雄救美，勇救佳人，你却一句谢谢都没有啊！我妈人呢？我让阿创把她扔路边了。你这么对付她，她会骂死我的。为你妈对你那么绝情啊！你试试幻想一下，一个疯女人傻不拉几的站在路边抓狂，你不觉得很搞笑吗？你不觉得很开心、很兴奋吗？想想看。那倒也是。当然了。可我们现在怎么办？哦啦啦！人家现在以天涯孤女的身份来控诉你，夏婉晴以富家女身份仗势欺人。如果你想打赢这场仗，是不是考虑一下改变你的形象？别老是摆出一副可怜兮兮、受人摆布的样子，谁理你啊？如果你离境了，你就永远翻不了身。我才不会让那对狗男女控制你的命运。行了，自己选选吧。我去洗个澡。开工。爸，你在给谁发信息啊？哦，去找后，说金帆已经去了夏家，我猜你奶奶已经介入此事，一旦她参与，我恐怕最后离境的人不是夏婉晴，而是雪儿和你妈妈。看来这老太太根本就不会接纳我。妈，你放心，为了保住我们在乔家的位置，我已经打电话叫我的记者同学郑中来采访你们。什么采访？是，就是关于你们俩爱情的故事啊。哎呀，你看你这孩子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为什么不跟我和你爸商量商量呢？妈，如果你们两个是懂部署的人，会让奶奶摆布那么多年吗？不成，我不会接受采访。你想过没有？如果把这件事报给记者，就等于公然和你奶奶还有公司那帮老臣作对，把他们惹火了，他们就更不会同意你们母女进乔氏了。爸，你难道没有看到这2天报纸上讲的什么吗？那是怎么形容我们一家3口的？怎么写我没有关系？可是我不能忍受他们这么伤害您的名声啊！我更不能忍受他们这么说妈。妈辛苦了大半辈子，把我拉扯这么大，她有什么错？难道跟一个人真心相爱有错吗？你们明明就是被拆散的。爸，你能不能公正一点儿，为我们母女俩做点事儿？又或者，也可以让我们母女俩勇敢地为你做点事儿。我跟妈只是想要一个家，一个清白的家。爸，我也知道这些年你受了很多的委屈，可是你为什么不敢反击？有我跟妈在背后支持着你啊！你们不要忘了，夏婉晴她是个当杂志记者的，说不定她已经找到金帆哥，做个自我辩白的专访，合谋反击。读者都是先入为主的，到时候我们有理也说不清了，爸。
哇，还没换衣服啊？我觉得每一件都好贵啊，根本不适合我。没错，只有你这身狗屎才适合你。怪不得男人不要你，有钱却不懂打扮是罪过。其实我看着你这身打扮，真的挺像你妈妈的。你带我来就是为了羞辱我啊？请你尊重一点好不好？我是来帮你报仇的。还有，请你配合我的计划。要不给我马上穿上衣服，要不马上给我滚蛋。不然就按照来雪的要求，马上离开中国。你干嘛？脱我衣服，流氓！我帮你脱衣服，帮你穿衣服，好帮你试衣服。你以为我想干嘛？就凭你，醒醒吧你！啊，你走运了，我情人给我打电话了。Hello。你还记得这家面馆吗？当然记得，这是我们当初定情的地方。可是跟你分手之后，我就好害怕经过这儿。我怕我经过这儿之后，忍不住跑去找你。我一直在躲避这个地方。来雪小姐，你愿意陪我走这条路吗？我愿意。令天，我真的好怕，你早晚有一天会回到婉晴身边。不会的，我怎么能允许我自己跟一个这样伤害你的女人在一起呢？令天，我会让婉晴离境，其实是想保护我们将来的一切。你不会怪我吧？不会。你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保护我。我知道，你从小吃了很多苦。只要我能够在乔家打出一番天地，你就可以堂堂正正地返回乔家了。等你的脚好了，我们就去结婚。令天。我觉得那些花哨的衣服实在不适合我。好了，我知道了，先这样。到处睡觉你是猪啊你啊！这么难看，还流口水。没流口水啊。整个沙发都是啊，赶紧帮我擦掉。我没有到处睡觉，我刚才太困了，就在这睡着了。回客房睡。我不要。你的客房肯定睡过很多女人，我宁肯睡沙发。在沙发睡过的女人更多。
我警告你啊，别再给我添麻烦，要不然我由着来雪赶你出境。你欺负人！你不是说会帮我想办法不让我离开吗？到底什么办法？我现在没心情跟你说这个。那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帮我呀？我看我还是回家吧。不行，我不放心我的武器离开我的视线范围之内。你的房间那边，大门已经锁上了，你想都别想。你那么着急叫我回来，就是为了看这种无聊的报纸啊？哎，对了，我还没问你呢，你把人家夏家的闺女拐到哪儿去了？寒舍。啊，都收入行宫啦，是你的人了吗？奶奶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你怎么那么肮脏呢？我不是那种随便的人。那就他一个人在你行宫呢？阿壮在保护他，我怕他妈妈回来劫人。那你说说你的解救方案。计划进行中，不告诉你。好啊，你这么独权，那你去面对乔氏的老臣子们，还有传媒，我睡觉。别这样嘛，大美女。这样吧，我只需要你用你的名义帮我在乔氏开一个记者发布会，然后把这件事所有大大小小的角色都请过来，那就可以了。那什么主题呢？乔家大喜啊！你要让他们母女回门？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你又让我御驾亲征，你又不给我程序表，我这个人呐，向来不干没有好处的事儿。来，开条件吧。我听你安排，宫全归我，过全归我。当然了，年轻人不吃大苦，怎么能成大事啊？另外，你不能荒废业务，早晨10点到下午6点必须去乔氏上班。这个，咱们就等于没见过，退朝。啊，好。哎呀，我答应了。好，那我就支持你。燕归呀，来了。你给我打电话回公司，下午我要开记者大会。好的。爱死你了我。金帆也很开心呐。看来呀，这夏婉晴还真是有点作用。你真的决定不让你妈陪你一起去吗？我妈受乔家的气已经受够了，在我还没有弄清楚老太婆还有乔金帆在玩什么把戏之前，我不能让我妈再冒险了。而且现在我脚受伤，众目睽睽之下，我相信他们不会对我怎么样的。你放心，有我在。喂，是，我知道。怎么了？谢兆后说，乔老太太让我们的车从后门进。没事，总有一天，我会堂堂正正的从正门进去。
来雪，过来这里吧。来小姐，不枉你费尽心思、三番五次地借助传媒的力量，最终的目的也是想见我这个老太太，对吗？乔老太，你拒见我们新来的母女27年，如果不用点伎俩，恐怕你百年归老，我连你面都见不上了。来雪，爸，我宁可给她留下坏印象，胜过无印象。没事儿，熬到我这个岁数了，什么场面没经历过？放心吧，我不会因为他的2句话就怎么样的。这位不是华朗集团的莫凌天先生吗？我不是华朗的了，我已经辞职了。凌天会把徐氏那双联帝合约一同退出华朗，加入我们乔氏。这样的话，会让同行大做文章的。兵不厌诈，徐氏那地皮就在乔氏及华朗中间，谁拿下这块地，谁就是这一区的老大。几家银行的行长还等着约我谈这个项目的贷款呢。哼，这些年了，还真没看见你说话这么有底气了。奶奶啊，这个项目是乔董的强心剂，难怪来小姐非要抢人家的未婚夫不可。乔公子，我跟凌天纯粹是感情，跟生意无关，请你不要挑拨离间。好，来小姐，那我也直截了当了。我猜你这次来是想说，你本来也没想争什么，只不过是你的身份被揭穿了，你就想正个名，让人们知道你是堂堂正正的乔继云的女儿。你不是要钱，就是想证明，对吗？是的。你看，这些冠冕堂皇的话，我随口一编就编出来了。我看人呢，从来不听他们在说了些什么话，而是看他们在背后做了些什么事。我在背后做了什么事啊？本来呢，我是想让纪云亲自给你们一笔钱，大家好来好去嘛，只要数目合理，我会非常爽快的给你。但是，奶奶，你这不是逼我这老太太跟你撕破脸吗？乔老太，您纵横商场，我只是一个孤女，我没有什么本事。这报纸上写的都是我父母的故事，您怎么可以用商场上的尔虞我诈来猜度我呢？早叫你不要轻敌嘛！去，我们都有父母，父母养我育我，我们对父母的了解有多少？通常都是一知半解的多。像有些人对自己的父母如此冷漠，有比这个更不孝的事吗？我知道乔老太不愿意认我这个孙女，乔公子不愿意认我这个妹妹，但是你们不能阻止乔董认我这个女儿。乔老太，您可以斩断我妈跟乔董的爱情，可是您斩不断我们父女的亲情。看来，来小姐果然不好对付。不管乔老太您怎么想我，我只有一句话，我只想认回我爸，我不想要钱。现在我宣布，我儿子乔继云因为身体不适，需要长期的休养，辞去乔氏所有职务，由乔金帆代乔氏董事长一职，即日生效。这，嫂子，回站。来小姐，现在你的父亲不再是位高权重，只是一个普通的老头，无权无势。你如果坚持还认他做父，还坚持我认你做乔家女儿，我就会连他将来分乔氏家产的资格
都全部取消。你还认吗？你真的是我的奶奶吗？你为了不认我，这么对待你的亲生儿子？是啊，你想争取你认为应该得到的东西。我那明媒正娶的儿媳妇儿也想争取她的丈夫对她一心一意，可是她争取到了吗？你要帮你的母亲讨回公道，那我也想为我的孙子和媳妇儿讨回公道啊！哼，你这丫头啊，看似柔弱，而且不管是非对错，只一心想达到目的。可惜，你今天的对手不是那个夏家的夏婉晴。如若你不知难而退，恐怕你的苦头还在后面。我再问最后一句，你要多少？是，我是穷，我是不清不白，但你也不能拿钱来这样侮辱我。你不要否认，我身上流的就是乔家的血。您是我的奶奶，我是您的孙女。奶奶，你别被他那双月亮眼骗了。那天在婚宴上，我看见他自己滚下楼梯的，是我亲眼所见的。我真的没有要抢你的未婚夫，你威胁我，还要把我妈是乔静云的前任给公布出来。你听我说行不行？不用介绍，相片就是真相。来雪，你别走！啊！不要推我！啊！来雪！多狠的骗子，你别相信他。你不要血口喷人。我知道你跟夏文清有染，你当然愿意帮他说话。来雪只想叙说她母亲的故事，如果其中无半分歪曲，路人皆见，那又如何？虽然她母亲的故事谈不上可歌可泣，其中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，但是比起你们乔家的卑鄙，实在是自愧不如。我不是卑鄙，我是卑鄙无耻，而且刚刚当上乔氏董事长。有钱有势，长得还挺帅，是吧？行，你要写故事，我天天陪你写，天天颠三倒四，熬黑你的月亮眼，看谁的标题大，看谁更狗血，怎么样？说的厉害，就怕你不敢。我想说几句。如果我不在乔氏的话，那莫凌天那双联地合同，我将会另组公司，跟他及雪儿一起推动。没想到，你的翅膀真是硬了。妈，请你不要扼杀我为乔氏立志大功的机会。你宁可放弃我，只手遮天的去支持一个从不爱在公司出现的乔金帆。你怎么向一般老臣子及高层交代？嫂子，双联地这个项目对乔氏集团非常非常重要。如果让纪云另立门户去做的话，就等于对外人说乔氏分家了。这个一时之气还赌不起啊。是啊，我是觉得乔老太跟乔公子应该是受人摆布。像夏婉晴这种人，没有人比我还有凌天更清楚。现在夏家也答应要让他离开中国，我相信假以时日，自然会黑白分明的。说得好，我喜欢你那句"假以时日，自然会黑白分明"。你最近老看电视剧啊？我也送你一句：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姐姐，我真的佩服你的口才啊！这局我们扯平，我跟你玩，不知道下一局你敢不敢跟我玩啊 ？OK， 时间刚好，我请各位去看个热闹吧。没错，我觉得也是。先叫纪云别下来。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好了。我呀是怕这小祖宗一会儿搞出什么名堂来。那记者们再一围上来，这种局面就不可收拾了。放心吧，不会有事的。
夏婉晴，你又想搞什么？跟你有半毛钱的关系。欢迎各位记者朋友来到我们今天的发布会，麻烦各位好好的记一下我今天所说的每一个字。如果发现谁写错或写漏，那不好意思了，我明天就会把他的杂志社买下来，然后呢，炒你的鱿鱼。好，那我介绍一下，我身边的这位呢，就是夏婉晴小姐。那我对她呢，可以说是一见钟情。但是，她却对她的前度未婚夫莫凌天先生一心一意，拒绝了我的告白。我乔金帆买东西从来不看价钱，想要买什么就买什么，唯独爱情是真的买不到的。幸好莫先生是个机会主义者，当他发现这位坐在轮椅上面今天来凑热闹的这位来雪小姐，发现乔氏比夏家还要有权有势之后，他就决定抛弃了夏小姐，投到来小姐的怀抱里面。我还想介绍一下这位美女，奶奶。这位美女就是我的奶奶。奶奶，我很感谢你一直对我无限量的支持和爱护，谢谢你啊，美女。那么我现在呢，想跟各位宣布，我乔金帆在这里向夏婉晴小姐求婚。夏小姐，你真的打算嫁给乔公子呀？你刚被人悔婚，现在就嫁给乔公子，不怕人说你是朝秦暮楚吗？你和乔公子是真心相爱吗？还是对你前任未婚夫的一种反击啊？你怎么没跟我商量？你胆子这么小，那我们怎么展开报复的计划呢？这是你最好的护身符，要不要继续下去，由你来决定。莫先生公开悔婚，抛弃了夏小姐。为了洗白自己，他真的是用心良苦。前阵子说夏小姐爆料乔家丑闻一事，我相信也是莫先生自导自演的一出好戏。还有前阵子，各位应该还记得来雪小姐滚下楼梯那件事吧？那天晚上我也在场，我亲眼看见呢，是来雪小姐自己滚下楼梯的，还要恶人先告状，要告这位夏小姐伤人罪。可现在夏小姐已经是我们乔家未来的孙媳妇了。我想公开的问一下，自称是乔家私生女的来雪小姐，你还想不想告你的未来嫂子？如果你还要执迷不悟的话，我们整个乔家都会奉陪到底。夏婉婷，你是真的想要把我搞死，你才甘心是吗？我没有抢你的未婚夫，是他不要你的，你搞清楚啊你！夏婉晴，什么人不好投靠，你偏要投靠他？你一定要赔上自己的名誉，来报复我，对吗？好，我等着你，等着你再一次被抛弃。各位，我今天在这里宣布，我接受乔金帆先生的求婚。一定要幸福。
我们今天就在这里订婚了。亲一下。谢谢，谢谢各位。妈，你怎么能让金帆和夏家的女儿在一起呢？啊，她可是一个能够把人推下楼的歹毒女人啊！要是有人抢我老公啊，我不但要把他推下楼，我还要杀了他呢。谁知道是自己摔下去的，还是被推下去的？我看有心机的不是人家夏小姐，而是你外边的那个宝贝女儿吧？妈，你怎么能这么糊涂呢？是我糊涂还是你糊涂啊？好人坏人我比你分得清。我看来雪呀，比他妈厉害多了。夏婉清这个女人真不简单，忽悠完小的，又忽悠老的。夏小姐是什么样的人，我心里有数。好，幸亏是订婚。无论如何，我都不同意夏家的女儿嫁进我们乔家来。你没权反对，我说了算。那赵后和公司的高层呢？你怎么跟他们交代？我讨孙儿媳妇儿，关他们什么事儿啊？再说了，我已经让公司暂停了你的职务了。要不是金帆给你面子，你还在家里闭门思过呢。妈呀，你停我的职我无所谓，我也不留恋。我最不能容忍的是那个女人带坏金帆。最让我痛心的是你情愿相信一个外人，也不相信和我们乔家有血缘关系的孙女。是你被那一大一小哄得晕头转向，分不清东南西北了。整个事件，你有查过谁是黑谁是白吗？妈，那您呢？您有查过吗？没有是吧？您不也是金帆和那女人说什么你就相信什么吗？那是因为你感情用事，容易受骗。我不会。看来这个家已经不需要我了，那我走吧。哟，一走了之。这次不会了。等您什么时候清楚了，您喊一声，我马上回来。因为您永远是我的母亲，我有责任保护您。你还真是有长进了。原来不管我是说你还是骂你，你只是在家里生生闷气。现在有那2个母女给你撑腰，你有了退路，说话的底气都足了。那你走吧，去找那个女人吧。你的心呐，根本就没在这个家里。那好，那我走了。喂，能不能别出那么多汗呢？全都湿了。那你可以不用一直拉着我的手，这里又没有记者。别紧张，别害怕，没事的。下次能不能做什么决定，先跟我商量一下？要是我宣布跟你分手呢？那太好了，我要开香槟庆祝。唉，好人难做。如果我不这样做的话，那个来雪会放过你吗？那你也不用抹黑莫林天呀，是来雪骗他的。喂，你忘了是谁背叛你的？你忘了来雪怀的是谁的孩子了？再说了，你那情敌像白莲花一样，现在又折断了腿坐轮椅，我不用你的前任来开锅，我怎么赢啊？我还以为你无所不能呢。乔纪元，怎么了？打输了，离家出走了？哎呦，拜你所赐。你这个浪子，做晚了20年呢。夏小姐，你不要高估自己的驾驭能力。我儿子是个极度危险的人物。哇，哪儿比得上你在外面那个野种啊？
回去跟你那个私生女说一声，别碰我身边的人，要不然我不会放过她的。夏小姐，你看到他这德行了，你想利用他来替你报仇，我担心你玩不起。拜，关门呐！你干嘛？金帆呐，老太太想请夏小姐谈一下。金帆呀，跟我说了你在法国的事情，所以我相信你是被冤枉的。谢谢奶奶。金帆利用我把你从家里救了出来，又利用我稳住了你的父母。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您。不是你连累我，是他玩得正开心。金帆后来在电话里跟我说，你的父母要逼你去加拿大。这倒是个不错的选择。你也觉得我应该走吗？你在这儿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，不是吗？那我的清白呢？因为你被逼得走投无路了，所以投靠了我的孙子。可是你可知道吗？我的孙子可是个危险人物，轻易惹不得的。奶奶的意思也是希望我离他远一点吗？我是想知道你的心有多坚定，你愿意用多大的仇恨来面对未来。没错，我是很生气，但是我从来没想过要报仇，因为我知道报仇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我只是不想自己一直担负着这个污名。你很执着，也很爱惜自己的名声。我当然爱惜自己的名声，因为我本来就是清白的。你觉得金帆这个人怎么样？实话实说就行。我觉得呀，我觉得他这个人又自负又任性，他人很仗义，但是他的内心没外表强大。他不是个坏人，但他喜欢把自己装成坏人。那我爸妈那边怎么办？打个电话通知一下喽。如果他们相信我们真的订婚，就请他们配合我们；如果他们不相信的话，也麻烦他们配合我们。我想回家亲自通知他们。我跟你说啊，如果你这次回去又被人关在柴房里面，我不会来救你的。那我不可能一辈子都不打电话吧？说的也是。明天陪你回去。你去干嘛？提亲呢，也看看以后我们怎么合作。我警告你啊，你别入戏太深。不管莫林天以前怎么对我，不管他以前对我做过什么，我从来没想过要报仇。还有，无论我父母做过什么，他们都是我的父母，请你尊重他们。夏婉晴啊，也许在别人眼里呢，你这样叫做善良，但在我眼里呢，这叫没用，叫懦弱。如果你怕的话，就跟我说一声，我们随时可以不玩。但有仇不报非君子，你对别人善良，就是对你自己残忍。也许，这就是你用来掩盖自己胆小怕事的方式。其实呢，不能所有的事情都用你扭曲的价值观去看的。不是所有的事情都要分出个胜负来。我看你这种无聊的套餐，是为了掩饰你内心的空虚吧？哎，好心没好报。我看我根本就不该当这个好人。酒还不错，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。
子。想要对你说，看天空。